我讲啊，水中摄影啊，我哋嘅器材啊、相机啊，都要用专门的个保护壳。有的较好嘅保护壳啊，都是几十万。陈冠，你看好好去做马甲。等下会打球、打羽毛球，就保护哦。同学，你要上课了哦。哦，好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维基百科。喺今日的欣赏喜恩摄影师啊，哋现场有3位同学啊。都认到，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先生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钟家基。先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马彩优。先生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冠。哦，3场都认到，动有精神。好，喺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的是亲子摄影，韩国我看我可能唔就对于国际比赛。走出国际，咩当有兴趣，那就今日出来讲力量这个话题，好嘛？好。先生你好，我想要请教一下，就是像亚布呀，当多年流行的，就是拍嘅孕妇照啊，像我依只同學啊，伊亞布嘅啊，就是佢態度之類會講嘅啊，我想要請教先生，用買伊嘅迄個孕婦照，會較知道較正啊，還會注意嘛個東西。你有什麼東西翕嗎？有可能較難一些的吧，係啊，都得老幾的天主諮詢欣賞愛農民。咪攏講哦，其實你咩做的東西翕啊，咪攏講一些要領。好，你學起來，你去試看看咯。佢係人家朋友嘛，你喺翕嘅獎嘅話，就當做一個禮物送俾佢，佢會當歡喜。好，其實啊，當做之前啊。按照台灣民風比較保守，好，大家唔敢講，作暗笑去翕個孕婦照，好，像我自家啊，我本樣嘅懷孕嘅時節啊，我咩上嘅東西翕，唔講我本樣咩動鏡，好，我唔講我東西講，你係拍一個紀念，能夠藝術，係，我頭擺翕嘅時節啦，我咩尋過當多資料講，用版翕，我就尋到呢種，好。你啲係乜啥嘛？有看過？吃到係莫文蔚。拜董如名哦。吃到係莫文蔚嘛？唔係莫文蔚啦，你看佢外國人呢。哦。唔啲乜啥哈？我能講，頭拜如一隻電影《董如名》第6感生死戀。哦。係。頭比賽嘅女主角，就係佢，戴咪摩爾，樣哈。戴咪摩爾。係。嗰係我看過最早嘅一種。孕婦照，好，佢係當時係有一隻董如名嘅個攝影師，攞佢翕嘅，你看到全裸，唔過佢看過翕出來嘅相片啊，我說董獎，怎麼樣吧？這攝影啊，特別是女生，像你結婚啊，好懷孕啊，你都係人生很重要的階段，好，漢拜那攝影睇嘅，你都唔記得當時懷他的那個心情，還有那時候的樣子，還有現在人越生越少，好，有等於還冇姜嘞，好，冇出姜的一街天天，好，這攝影出按用就辦農結婚腔中當中的，好，漸漸你的明星帶頭之後啊，出看過當獎的呀孕婦照，要當到你下開始就會有當到的個孕婦咩上來翕呢種孕婦照。好，我咩翕過當到，頭擺啊，我翕嘅時節啦，個老公突然來啊，好，老公佢都不想入境，明白？佢想個係日本人上去翕嘅，是做拍攝，係拍攝，好，自己唔上去向下翕，唔講嗰兩時我就會鼓勵個老公講，你當愛日本人嘛，你係咩係人哋心血結晶嘛，好，你愛。向下落去翕相，翕出來係屬於唔到兩晒。呢種相片我唔會講到處去本拍曬看，啲相片自己都留定。好，如果你攝影睇嘅，你就做得翻出來講，頭擺翕嘅時陣我本人我懷胎9月，還係按家哈按辛苦，好，你們都得做到一個教育的意義，用吧？
你摊摆胎时间，做点的声音高啊！你看，你看这样子，妈妈按用辛苦，按用姜米啊，按用喇叭上讲出来，按辛苦哈，按胎，给声音对声音一个教育的意义。好，该所以讲，该孕妇怀孕，这是对女人一个懂重要的一个经验。嘿，你够厉害啊，石头一边呢。最近跟我预约的、甚至老公跟我预约说要帮他老婆拍照。好，所以时代在变，观念在变。好，当然很多人现在很习惯拿着手机自拍，也有关系。大家已经习惯面对镜头。好，也知道说这种相片对于去改重要性。几年之后，佢看到这张相片，就会想到头摆的去改。好。没有看到头摆去改的样子，好了，对每个人来说，回忆是当中这回事情。先生，我想要请问吼，我最近啊就看到一段影片啊，都会该孕妇滴水，底部度翕该孕妇照安样，还想问你有相关的经验冇？你可以讲该阵内该孕妇照，该明星我没有看过啊。我拢讲啊，其实啊，我没学过该潜水，我没有上过爱伫水中头摆上过，有只新娘拢来讲叫我翕水中婚纱，好，我为到佢去学潜水，我没有通过考核，好，不过学过日后啊，我就伫讲，水中翕该翕相啊，无按简单，特别像咧水中的孕妇照就很难，你有蛮讲诶。你去想一件事情哦，上海的露天啊，我还唔去婚纱啊，你都翕到我 NG 啊，好，洗唔出来，好，冇出姿势唔好看，嘿，你看你滴水中的时间，你有办法懂吃人吗？懂难，好，陆地你都做唔到嘅，然后讲喺水中，我还敢再问，好 ，Allen。你憋气，你想憋气做得憋多几久？我是做冇跳会差唔多30秒，我就动唔掉。係啊，當然冇訓練過嘅肺活量嘅，係冇辦法超過1分鐘。好，你想那有可能係一種上1分鐘就結束啊？鼓手技術上就會有兩種問題。咪咁講，水中翕相啊，唔管係唔係孕婦照。水中翕相當難嘅，就講按照相機，用慢鏡頭水調度去翕。係，有想過呢個問題嗎？咁唔係就跌趴下去快啲啦。哦，係啊，冇智能嘅手機。做唔得，因為快啲嘛。係啊。你想個手機係很便宜嘅哦，我條相機都幾十萬嘅。係唔係可以用乜嘅東西攞去保起來？係，就變到地步。用乜嘅保？用可能用較特殊的冇本意水，你到底部度嘅塑膠落哦，塑膠落嘅啊，塑膠頭，你塑膠落嘅落下去，你嘅鏡頭都看唔清楚咯。係啊，就冇嘅用壓啥。反正講啊，水中攝影啊，我哋嘅器材啊、相機啊，都要用專門嘅個保護殼。有啲較好嘅保護殼啊，都幾十萬，當貴。好，因為按照鏡頭上。大概用的鏡頭會不同的焦段，好，不同的一個伸縮的焦段，好，我哋嘅攝影殼當歸，好，還有講，你像呢個事情哦，你都水中，你有想過楊木竹打得開嗎？會擦毛㗎，會擦。你看該影片，該陣內韓國另外一個媽媽。滴水中樣子當好看，我相信佢可能都有經過事前的訓練習，包含我自己做過救生員，還有游泳教練，還有我沒有潛水，我到水裡面都眼睛都不習慣張開，會動擦目，好，很不舒服。還有一件事就是說你憋氣。所以就是我們一般，你看你講你30秒，我就動唔掉誒。係沒30秒，你要啲水當波，潛下去可能就花掉5到10秒，然後拍幾秒鐘，如果上來又喘口氣，說是冇按簡單，
好，你看看影片会剪接出来，来像你中间过程，除了要练习事前练习之外，它中间拍的过程没有懂辛苦。好，如果你是素人的话啦，好，不过会选择水中拍婚纱，还是讲孕妇照而已。刚我相信他应该就是水性很好。哦，嘿，谁会说不会游泳还去考验水下婚纱？好，他可能本身就懂爱潜水，好，懂会游水，嘿，还有行东南的地方在哪里呢？你水比不度，你翕相当然是翕较欢喜的嘛。你有试过在水中笑吗？我没吃过呢。嘿，我是到水啊。对啊。好，所以讲，东多你看到光鲜亮丽的一面，那个背后都懂辛苦。好，要经过很多的练习。你像再拔开来，你那吐气的发泡泡是怎么上去？咕噜咕噜咕噜，是不是在你脸旁边上去？好，按照翕相的时间啦，你像。你喺银行，你可能要买一种相片，要不有泡泡，可能还底下会像大头狗啊，像一个按住，对，有一个影像，一个泡泡在这边，你不会买嘛？好，所以讲它成功率是懂低的，啊，懂很小，无按简单，好，所以讲该相片翕到按奖，然后该录影录到按欢喜，好，无简单的事情。好，不过汉摆游水，你充当这个黑模特去水钓度，sell 一下，啊，体验一下，又知道跟无按真件无按简单。你得不游水嘛？唔會，唔會嘛？會一時時會聽啊，唔會講懂會潮啦。再有唔會嘛？沒一點點啦，嚇，去學一下啦。好，游水要懂健康的一個休閒。对身体动好，肺活量也可以增大。你像我本来讲，做摄影师要身体动好嘛，我特别是懂我球水，好，我身材才就是对那时候我的就打好了一个底。刚刚跟各位同学分享说，其实你在拍照之前，其实可以多看，好。先生，我想来请问一下，我想来翕一种相片，如果我唔知爱用板翕，刚有嘛该翕相以前要注意嘛该，或者是要怎么去练习嘞？翕相的时间啦，你做的是充实这个资料库，好，你看过任何一张图啊，其实对你都会有影响，好，所以讲你做的是多看拍啥摄影作品，好，最后你可以看。跳脱你这个生活圈的拍照领域的，好，对我来讲啊，我懂爱去看天葬，好，认为讲天葬里边当然我就走到电影院里面，觉得很休闲，好，心情很放松。同时你们都得看一家国际大师，好，像我们李安啊，你都翕的电影，好，天葬，你看里面的画面的处理，灯光的应用。对你都会很有帮助。那现在像一些IG 啊，你年轻人都很爱用 IG 嘛，好，你都可以去看一些，像我是很爱去看，像举例像 Emily Soto， 国外的啦，哈，或者是 Annie Leibovitz， 好，就是他曾经拍过戴米摩的这一个摄影师，他很厉害，安妮罗伯维兹，好，他蛮厉害的。所以你去看他的作品，不断的看不同的一个领域的东西，都对你会很有帮助。好，刚刚跟各位同学分享说，其实你在拍照之前，其实可以多看，好，透过不同的管道，像是你可以欣赏一些画作或者电影，
啊，或者甚至一些流行音乐的一些 MV， 都是很好的素材。按讲，迄要当选，错嘛哈。可能都名唔。大家都按用心讲嘛，大家都按用心讲，讲喺talk show，讲书到用时方很少，错嘛。但你某一个证明嘛，来前面一张图给大家看，好，你看那张图，好，这张图，迄爱伫婚礼，跟伊翕的，我翕的时间无相讲，按用慢翕，唔讲爱看到形容拿鞋子的时间，好，我知道哦，你这画面动奖，我就讲，他慢点我爱翕下了，翕好了，我个。转一副卡整理照片的时间，我想到，哎呦，你这侧面啊，因为侬爱头摆看过你只董如명的画家雷诺瓦，佢画一种画像，女孩子的画像，董江，我对你张相片董如人像，冇想到，你看，我侬两张相片，不用到空张的时间，你会画了哈，不用的时间，你看，他的五官侧面。很凶哦！你用啥个神韵？神韵动凶，好。所以讲啊，你吸收的东西啊，大概时间会走出来，变成你的灵感也唔低。唔过呢张相片，就得证明讲，我看过呢张相片，翕出来的一种味道。好，你丢东西都会去给它养分。好，唔过你看，我刚刚讲係，大家爱吸收养分，跟係理论的东西，你去干咩去？多做练习，某讲，你摆出那么优美的姿势的时间，你相机一直拍不好，不知道怎么设定，不知道怎么去构图。好，所以讲练习没当中的，唔对，有想要翕向拍看嘛？哇，係嘛？好。好，我们大家留意一下，这是一间书店，对不对？那你们看到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哪里？头前是比较动向的马道，动到书的。哦，动到书啊！啊，对，基本伊倡导的那张马道模特动向啊，也苗呢，你，你看要的地方，还有一张书局嘛，错吗？你吃到最有特色的东西，很马盖。那吃到主要白色的书的封式啊，吃到红色的，像还有些贡品啊，还有些书啊，这个东西太深。俩书店，相对于其他素食店，你的最有特色的就是给它书，好，还够给它书架，不用来动整齐，好嘛？好，还根本去搞，还搞用板利用那个。书店的特色，一出有特色的相片，好，你看到、温妮，你第二位，第二张书店的时间，最正常的动作是什么？宽恕，好吗？按照去任何一个地方翕相的时间，你要让环境融入，好，融入环境，你看那张相片，然后会很自然，好吗？好，像你这地方很易穿泳装翕出来，懂奇怪就违和嘛，好嘛？所以讲，来到任何一个地方翕相的时间，就像正常的状况下，你啥来到了这地方做哪个事情？好，宽恕，好嘛？你看，温妮按夹，很懂像一只文青，好嘛？给了都两位很优雅的宽恕，就会懂符合这种环境。好，很聊来，请问你啊，你靠着书架，很舒服的靠着，好，你先靠着，好，等下时间，好，聊上下宽恕的时间，我把重心放在只脚嘛，男生我他潇洒的位，好，姊妹可能会爱用你，好，那宽恕用蛮宽，很宽，好，都有留意过别的女孩子，很漂亮，很有气质，宽恕用蛮宽，很宽。头有时候还会头倒一下，好，看到有趣的内容的时候，还会有一个会心的微笑，好，所以说
我们就引导模特去做两个动作。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可以利用这个线条当成是它的视觉的引导线。哦，我们拍摄的时候，而且拍摄的时候要让照片看起来是有深度，好，有层次感，可以利用一点前景。那我们在拍摄的时候要，例如说这个环境，我们要营造出前景，要怎么做？把相机尽量靠近，好，尽量靠近这个书架就会，啊，你看那条线呢，啊，就会引导你的视线，你会看到这张模特啊，会对着镜头笑哈，啊，很好哦，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好笑，真的笑哦，好，笑开心。那还有就是说，我们希望，模特下巴可以抬出去一点，好，它看起来的下巴这条线会更漂亮。好，对，然后头可以微微的倒一下，好，这模样头倒一点点，在想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我觉得，很有懂有气质，好，尤其有书当成一个道具的时候，很棒。好，浅浅的笑一个哦，哈，好，浅浅的微笑，好，看过来。好 ，OK， 啊，你也可以想象说，这个中奖的模特是你的女朋友，你很给她眼睛瞄过来，回眸一笑的时间，就会觉得很有味道。好，中奖，看到吗？好，我问你，好，你可以头倒一点，有点头靠着，回头看过来，笑一个，好，甜蜜的这样笑一个，好，好来。白手掌哦，很好哦，最近很多的东西。你看起害羞哎。系啊，每早小起来嘞，系啊。好，你男朋友用吗？你中奖哦。哦。那书匠从你哪边？哪边？就是这样。我们出场该镜头把它伸缩到比较近一点的啊。好的，好。这样做对吗？做的。可以引导他，好，对着镜头笑啊，或者摆一些动作。好。对着镜头笑一下。很好哦。好，头再侧过来一点。对。好，就看书。很好。好，做得哈。我给你小一张，跟你位哦。很好哦，好。3、2、1，小一张，好，你看去到中奖的姿势的时间，你都得称赞他一下，他会中奖。你还没变摄影高手。紧张。你没做的做来助手咯。真的紧张。基本也了书讲到了会，好，希望电视机前面的朋友，专心做的多多练习。那俺们希望有对摄影有兴趣的朋友，多多复习，俺就基本讲好，我相信会对大家都有帮助。好，俺就基本就上课到这边咯。